我在这里要有证，可以吧？刚刚你有冇情佬呢種咯？你這個有錢佬就沒有用腦。你在鎮上邊啊？你喺度企邊啦？這包不太別可以打。哦，我哋都不啊，kalau begitu boleh pulang ah. Kita panggil polis datang ah. Begitu sampai kita ada salah aja. 你跑幾快你知道嗎？全部那邊啊，都往那邊轉，根本你要直接走。我沒看到，我在這裡要有證，可以吧？如果你催我來就爭啊你啊！剛你有冇情佬呢種咯？就是沒有錢佬才要這邊找擺檔，你這個有錢佬就沒有用腦。你的腦在哪裡？在這裡啊，在屁股哦，你的腦啊要打出來了啊，可以啊，你去交班，現在過來，我去辦。好了，我怕你啊，碰人家車什麼？我們有規矩，我們有。沒有錢的就沒有錢啦。好，你兩位大佬和氣生財，以和為貴。好，恭喜你。